民眾黨的前主席郭文哲昨是去台中的逢甲夜市陪議員的參選人拜票，不過這半中路鎖是有一個查甫人騎烏多擺挖金，懷疑佫有向空中噴鹹椒仔水，這是造成袂少人不爽快。民眾黨就批評這款暴力行為，早起已經去報案啦，警方也當咧追查迄個查甫人的身份。民眾黨前主席郭文哲17暗來到台中逢甲夜市，陪同黨籍市議員參選人勇健掃街，想要到進行到一半，空氣中卻突然散發擦鼻的氣味。為什麼我覺得很像啊？對，會有感覺。我覺得這是一個，這是不是什麼辣椒粉的攻擊還是什麼之類的？現場人員掃袂停，有的人也目屎一直流。就連經過民眾也受到影響。17暗8點過，民眾黨前主席郭文哲陪同黨籍市議員參選人到台中逢甲夜市掃街拜票，所傳出有人親像噴辣椒水，團隊也佇18向警方報案。指控有看到2個查甫人騎機車向空中噴，也連續噴10擺。時間點其實很微妙，也很敏感。當時就是有一台摩托車，就是這樣過去，然後是2個人。那我們的夥伴，其他我們的志工夥伴呢？因為其實也有在停紅綠燈的時候，其實我們也有在觀察2台摩托車。對，有2台摩托車也都是各在2個人。是許多的人都受害，這種我們就視為是一種無差別的攻擊。我再重申一次。暴力是懦弱的行為。民眾黨志剛表示，雖然適可會，但有其他的人受影響，也毋過會當講是郭文哲行過去都隨鼻到擦鼻的味，懷疑是有組織的團體行動。也毋過因為現場人真濟，第一時間前排看到是啥物人咧噴辣椒水，所以就交予警方來賠清。現正持續擴大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釐清案情。經查，掃街區域為行人徒步區，目前尚未發現所稱2人騎乘機車或可疑人士噴灑的情形。警方表示，已經組成專案小組追查，也呼籲民眾保持理性，後手也會強化競選活動的維安，避免類似的代誌個發生。記者綜合報道。